Hello， 大家好，嚟到智庫通嘅理財通通識，我哋成日都講話想為資產增值，咁當然咧就係為生活做一個更好嘅規劃㗎。尤其是咁，如果去到人生另一個階段嘅話，更加要有一個長遠嘅安排啊，好似退休咁啊。咁啊，不過究竟退休靠強積金啊，定因為要靠自己嘅資產再去滾存咧？咁就要同專家一齊傾下啦。今日請嚟有資深財商顧問 Lawrence 㗎。Hello Lawrence， 你好。係 Apple 你好。講到退休咧呢一個嘅範疇啊，咁其實大家就會有啲啦，年輕人就會覺得咁遠唔需要諗住啦。咁但係其實應該咁諗就係嗱，退休係我哋嘅第二人生嚟噶嘛，越早規劃當然越好啦。尤其是而家大家都見到啦，就係大家個平均壽命都長咗好多。以前可能講話我退休之後10零年啦，而家可能分分鐘去到20甚至乎30年嘅退休生活，其實等同我哋真係在職嘅嗰段時間喎，啲錢夠唔夠用？要幾多先夠？點樣安排咧？係啦，退休當然係即係越早就越好啦，即係因為儲錢啦。咁因為其實簡單講，你要錢滾錢去攞回報嘅話咧，其實從來得兩個方法嘅啫。一個方法就係攞風險去換回報啦，即係可能買股票等等啦。另一個方法就係攞時間去換回報，即係例如可能你收利息，慢慢定存咁樣去滾大個錢啦。咁但係風險換回報咧，其實係有機會有輸錢㗎嘛，即係唔一定係賺㗎嘛。買股票有贏有輸。咁但係攞嚟退休嚿錢係真係將嚟要用，到時係冇收入嘅。其實即係嗰個容錯率啊，即係相對比較低嘅，即係唔可以有即係虧損嘅空間好少。可以有閃失啦，係嘛？係啦，虧損可能個空間比較即係細啲。咁所以當然係即係越早儲就越好。咁亦都有足夠嘅時間啦，俾有錢慢慢去即係慢慢滾大佢咯。點樣計退休究竟需要幾多錢呢？個生活費有啲人就話豐儉由人，就係話睇下你想要邊一類型嘅生活咯。咁但係會唔會都有個簡單少少嘅方程式，可能係適合一般大眾去用，咁起碼自己知道真係有數得計算啊。嗱，其實歷嚟都有好多專家咧，都會計下究竟需要用幾多錢咁樣，即係做退休去計嘅。咁其中一個比較即係經得上叫時間考驗嘅一個即係理論咧，就叫做4% 法則啦。咁簡單講就係話，當你計下例如話預計退休之後用每個月生活要幾多錢，再用翻4% 嚟計出嚟嘅。咁點計咧？即係舉個例子，例如話啦，有一個人可能佢預期即係退休之後每個月又要用3萬蚊嘅，咁即係1年就用3萬乘12就36萬啦。咁就攞呢個36萬去除翻4% 嘅話咧，就得出大約900萬左右。咁呢一個嘅數就係預期可能即係退休要用嘅錢。咁其實就係即係話，如果你可能退休即係儲到900萬，咁然後跟住每個月只係攞中間4% 嚟用嘅話咧，理論上就應該起碼夠用30年都源源不絕嘅。咁但係呢一個理論咧，其實係會有佢嘅局限性喺度啦。咁第一就係冇計到通脹嘅，因為啲嘢會加價噶嘛。你而家3萬蚊買到嘅嘢，同將來3萬蚊買到嘅嘢係唔同嘅，即係可能少咗嘅。咁另一個因素就係其實可能即係我哋如果呢條數真係萬一你嘅壽命好長，即係多過30年退休嘅話，其實可能4% 係條數未必計得好掂嘅。咁所以我哋通常係話咧即係呢個方法未必係最好嘅方法，但係喺而家嚟講咧都不失為一個即係計算退休嘅要用幾多錢嘅一個嘅法則嚟嘅。咁例如話可能啱啱講啦，攞咗900萬嘅話，我哋就攞900萬倒推翻究竟我30年內我要儲幾多錢，我去到退休嘅時候先有900萬呢一個效果嚟做一個計算啦。起碼概括咁知道啊，咁但係因為中間譬如話通脹係幾多，甚至乎話講緊就係個壽命呢一啲就真係未必估計得到，咁但係起碼心中有一個嘅大概嘅數字喺度，有咗呢個數字之後啦，咁係咪就係望住自己嘅 MPF 睇下就係喺呢個 MPF 當中我買啲乜嘢可以達到嗰個金額咧？因為而家大家就話你有返工都有 MPF 啦，咁係咪其實已經叫做為退休做好準備？我可以咁講，退休如果淨係靠 MPF 咧，應該理論上係唔夠使嘅。咁但係不過咁講咧，我哋通常好多時我哋即係會策劃退休嘅時候咧，我哋都有所講嘅，即係未計儲錢之前，我哋有3道防線先。咁第一道咁呢3道防線分別就係醫保啦，頭先所講嘅 MPF 啦，同埋樓嘅。咁點解咁講咧？因為第一啦，醫保啦，其實就係醫保就係一個即係消費性嘅一個嘅保險啦。咁其實佢就係幫你去彌補晒，即係抵消晒、賠付晒所有嘅醫療開支。咁又舉翻個例子啦，即係例如話假設退休嘅時候有個人有600萬嘅資產，同埋有個人退休嘅
時候有500萬嘅資產，再加一份醫保，其實佢哋嘅生活質素未必好大分別嘅，500萬、600萬差唔多嘅。咁但係實際上佢哋係爭好遠嘅喎。咁因為當萬一真係出現咗有啲咩毛病、有啲咩疾病嘅時候咧，500萬嗰個加份醫保咧，咁佢份醫保可以 cover 晒佢所有嘅醫療開支。但係600萬嗰個咧就可能好快就會使晒嚿錢啦。真係如果有啲嚴重嘅疾病嘅話，咁所以醫保一定係要買嘅，而且係要早買先可以做到退休啦。咁呢個第一點。第二重就係個 MPF 啦。咁其實就如果你每個月可能係即係都供緊錢啦，雖然好似好少咁啦，但積少成多。例如話，假設有個人每個月僱主同埋自己供到即係法例規定3000蚊最多嘅話，一年36000，其實如果你儲30年嗰度都過百萬，其實都唔係話真係好少錢嘅。咁所以都要一個即係活躍啲去積極啲咁管理。咁第三就係樓啦，咁樓就係因為剛性需求啦，你退休都要地方住噶嘛，係咪？咁所以你計嘅時候你就要計啦。如果係賣樓嘅，你就要將嗰個差餉同埋或者係相關嘅一啲開支、管理費等等計落你退休嘅預算度。咁如果你係租樓嘅時候，個金額更加大啦，咁你要將個租金擺埋落去。不過留意一點就係好多時你要租樓嘅話咧，65歲以上嘅人唔係咁易租到樓嘅，因為有好多業主都驚萬一有咩事喺我單位度啊嘛。咁所以就都要計翻呢一啲嘅考慮，先可以做到個退休嘅策劃咯。你一講開醫療咁啊，相信大家近日睇嘅都係話，就算你唔係揀私立嘅話，真係喺公立醫院咧，咁可能第時嗰個嘅醫療開支急症方面都會有所增加啦。咁所以呢一個一定要計埋喺自己嗰條數裏邊啦。Lawrence， 咁如果當我哋已經有第一、第二、第三道防線，我哋都已經係當就係雖然唔係專家啦，都會覺得自己應該應付得嚟喎，或者係已經用緊一啲方法去令呢3道防線做好嘅話，咁其實係咪等同我嘅退休生活或者退休嘅規劃就可以輕鬆好多啊？相對係嘅，咁不過都好似啱啱最初所講啦，我哋要即係及早儲錢啦。咁嗱，舉翻頭先即係可能你話每個用3萬蚊，要攞900萬嚟退休嘅一個嘅即係例子嚟做啦。咁我當真係 MPF 做30年冇增長。有各自兩夫婦有100萬咁啦，可能即係退休嘅時候你就要儲夠700萬先退得休。咁好多人聽到就話：喂，700萬嘥氣啦，咁大嘅金額我點儲啊？好遠啊，離退休好遠。咁但係其實唔係嘅。咁如果你話及早開始即係慢慢逐步去儲嘅話咧，其實可能你中間儲200-300萬左右啫，去到你退休嘅時候都有機會有即係700萬嘅呢個效果。分段處用啱工具。咁首先頭先所講啦，要及早儲錢啦。第一部分我哋要及早儲錢嘅話咧，就係我哋年輕嘅時候，我哋儲錢要養成個習慣咧，就係將儲錢嘅戶口同埋消費嘅戶口要分開。咩意思咧？即係就唔好話喂，我使定，我使完啦，使咗嚿錢，我先去剩翻啲儲起佢啦。唔係嘅，應該係一開始即係儲咗嚿錢先去即係去再使錢，係再消費啦。呢個第一點啦。咁其次就係好多人可能話我有啲錢咪做啲投資咯。咁冇問題嘅，短期你話做股票又好，做咩都好。例如話可能呢2年買咗美股，好開心啦，升好多啦。咁但係唔好將全部嘅賺翻嚟嘅錢再抌翻落去。可能你要將部分攞翻出嚟先，即係都部分利潤儲起先。咁用呢個利潤儲起嘅時候咧，就擺喺啲相對低風險嘅資產度，咁樣去滾存。咁你就可以做到一個，喂，我即使投資賺咗錢嘅話，都可以攞翻部分利潤嚟做翻一個儲備先嘅。你一講開股票嘅話咧，咁其實香港有好多嘅投資者啊，經常都會話，喺藍籌股裏邊咧揀某1、2隻啦，咁因為其實就可能佢哋嘅派息又唔錯啦，咁啊表現亦都相對比較穩定，就話，我講笑咁講就話，我嘅退休金就係嚟自嗰度噶啦，咁一邊收息一邊希望個股價上漲啦，呢個就樂觀咁諗啫。咁但係如果譬如頭先講嘅嗰種嘅藍籌股，曾經有一啲都係原本有息變冇息，甚至乎個股價係一跌可以都跌得好多㗎。股票始終有上有落喎，點計咧呢條數？嗱，股票有上有落嘅話咧，就頭先所講啦，仲有啲短期嘅一個儲蓄會相對比較好啲。咁但係退休嚿錢可能20-30年先頭先用㗎嘛。咁可能頭先所講咩叫用啱工具咧，我哋就可能要諗下其他工具啦。咁其中一種即係比較多人會揀就係啲儲蓄類保險嘅工具啦。咁因為儲蓄類保險係一啲即係長期啲，可能早期嘅流動性比較偏低嘅，即係你慢慢要供落去咁樣儲啦。咁但係實際上只要你預足夠時間嘅話咧，其實佢基本上係一定保本啦，回報係可有預測性啦，咁同埋相對係低風險嘅。咁頭先可能話啦，你退休要儲700萬，咁實際上如果你用儲蓄保去儲嘅話，可能你前後儲200-300萬到已經有機會會達到呢個效果嘅。
咁當然好多人就話：喂，我200-300萬我都冇喎，我點算啊？唔係即刻攞得出嘅。咁有個好處就係其實你唔需要一次過俾200-300萬嘅，可能你分開10年儲，分開20年儲，慢慢去月供嘅話，去做年供嘅話，去做到呢個效果嘅話，咁其實去到真係退休嘅時候，因為有個複息嘅利息嘅效果啦，慢慢去倍大翻嚿錢啦，其實通過儲蓄保咧都可以有機會達到退休呢個目的嘅。儲蓄保險係有儲蓄啦，加埋保障，咁聽落去其實都算係幾理想嘅。不過亦都曾經聽講過有個講法就話，派嗰啲花紅派唔足嘅話，又會係點咧？即係個分紅方面，其實係咪一定會派得足啦？咁大家會諗就係，或者係真係派唔足嘅情況底下，係咪會影響咗我成盤嘅退休計劃咧？嗱，其實我哋都可以睇翻就係好多儲蓄產品啦，佢都會分幾部分派錢啦。咁一部分就係一定係保證成分啦，另一部分就係啱啱所講一啲叫做我哋叫花紅啦，即係究竟個分紅有幾多啦。咁冇錯嘅，有啲儲蓄產品嗰啲分紅嗰啲實現率係有高有低。不過我哋可以睇翻一樣嘢就係去保監局啦，其實佢會要求咗唔同嘅保險公司都會就旗下嘅一啲嘅產品咧提供一個即係分紅嘅實現率，同埋一個叫做總現金嘅即係價值啦嘅比率啦。咁意思即係咧，其實佢會公布咗究竟保險公司原本應承咗派幾多，咁最後有冇實現到咧？有個比率嘅。咁所以我哋好多時我哋揀足產品嘅時候咧，其實你可以去唔同嘅保險公司睇翻佢其他啲產品，究竟歷史上佢兌唔兌現到呢啲分紅嘅實現率。咁如果你兌現到嘅，咁你大家都知道呢間嘅保險公司將來兌現到承諾嘅機會有幾大。咁同埋我哋揀保險產品嘅時候，我哋睇翻啲除咗睇一啲保險公司佢個歷史嗰個分紅實現率比較高嘅產品之外啦，咁同埋亦都可以睇翻間保險公司本身嗰個信貸評級高唔高啊、財務實力夠唔夠啊等等，去決定究竟即係你買邊啲一啲嘅產品。咁我覺得通過呢3個方面睇完之後咧，應該理論上都會揀到一啲相對即係兌現承諾機會較高嘅一啲儲蓄產品嘅。咁同埋補多一點啦，頭先講話即係呢啲係啲即係即係長期啲嘅使費啦。咁一話我去到50歲中期我有需要嘅話咧，咁儲蓄產品都有一個叫中期提取嘅功能，咁都方便到大家做一啲中期嘅提取資金，作為一個即係應急嘅需要嘅。呢個最緊要咧就係其實一定要知道自己個產品個計劃嗰啲條款之餘咧，其實就好似 Lawrence 所講啦，咁仲有另外一個方法去睇下佢過往整體嚟講咁實現率有幾高啊！咁呢一個咧小知識又可以幫補到大家啦。咁不過如果講到咧，咁其實就係 MPF 始終都係而家啦，大部分打工仔咧都係做緊嘅一項重要嘅投資。咁但係反而咧好多時候我哋都會收到啲問題，就係話我點樣為之係管理個強積金咧？即係我已經對金融市場未必真係好了解、好熟悉嘅。咁嗰個 MPF 計劃又應該點樣去制定咧？休息陣轉頭翻嚟再同 Lawrence 傾過。繼續翻到嚟致富通嘅理財通通識 Lawrence， 咁頭先我哋講開退休策劃嘅話，咁即係當然就越早做規劃越好啦。咁好似強積金咁正常嘅情況底下，咁你即係一入呢個社會打工嘅話，你都需要去供強積金啊。不過有個問題出現咗，就係好多人都係咧開咗份計劃之後，一路都唔會理嘅，直至到你需要轉工，可能你有第2份計劃、第3份計劃，而家就可能話睇下點樣整合啦。咁但係個打理嘅概念咧，唔係好多人會掌握得到，就會覺得真係轉工嗰下先至有需要去望一望喎。咁但係實質上，其實呢個做法係咪唔係咁好咧？嗱，其實強積金睇落好少啦，即係每個月5% 人工啫，咁同埋有 cap 噶嘛，即係最多僱員僱主各供1,500蚊，即係3000蚊啦，睇落好少嘅。咁但係我哋嘅打工嘅生涯隨時都長達20-30年嘅，咁我當真係缺供到3000蚊一個月啦，即係僱主加我自己啦。咁其實乘翻30年12個月嘅話咧，都唔少㗎，都過百萬嘅，其實都唔少嘅。咁所以都真係要一個即係活躍啲去打理啦，咁去睇翻即係退休嘅時候有個咁樣嘅錢都幾開心嘅，即係多咗嚿錢嘅話。咁但係頭先你所講就係喂，我原來我轉工我有開過一份，我轉工有開過一份嘅話咧，其實當然唔係一個好嘅打理方法啊，因為隨時你有5-6個戶口出街，咁但係原來5-6個戶口賣緊嘅嘢都唔同嘅，咁其實又冇乜話好夾埋一齊去做一個管理嘅話，一來你唔理咁就即係冇管理過啦。咁如果話你真係5-6個戶口想管理嘅話咧，其實亦都好費心神。咁所以其實我哋好多時都唔可以話即係抌低唔理，我哋都可能要活躍啲，因應翻個市況，定期轉換下基金，咁去下保守或者進取嘅時候，因應翻市況做嘅話咧，咁有機會就有個即係倍大嘅效果。因為畢竟強積金都係一個你繼續做嘢就繼續儲，同埋一個複息回報嘅方法，其實個財富效果唔係話太細嘅。咁所以都真係要好活躍咁去打理，以達到一個退休嘅目標咯。
強積金同買股票咧，其實可能大家又會覺得唔同喎。買股票就可能係嗰排當炒啲乜嘢，咁或者係有個投資主題，大家就跟住。咁但係強積金係真係比較上長線少少㗎嘛，大家就會有個位咧棘住咗，就係買咩基金好咧？成日都話究竟係分幾多個好咧？咁啊，即係分得越散越好啊，定係點樣做好咧？嗱，其實我先講呢樣嘢，講啲老土嘢先，因為好多時我哋強積金就要有一個自己個風險嘅承擔能力啊，究竟有幾多？咁而通常我哋制定買咩基金之前咧，其實最主要好多人都會講就係我跟年齡啦，例如我後生嘅時候，我仲有成30年先退休，我有排喎，我都唔知幾時即係做嘅時候退休嘅時候咧，其實好多時啲人就會買一啲即係相對於進取啲嘅一啲嘅基金嘅，咁例如話一啲股票基金啦，或者股票成分比重比較大嘅一啲混合型資產嘅基金啦。咁如果你話去到臨近退休40-50歲嘅時候，我覺得喂嚿錢唔可以輸嘅喎，或者係我可以承擔嘅風險細咗嘅話咧，就會轉去一啲相對地保守啲嘅基金，例如話債券基金或者係一啲債券即係成分比重比較大嘅一啲嘅混合資產基金啦，甚至係一啲保守基金嘅。咁亦都有另外一個方法分散風險咧，就係揀唔同嘅市場啦。即係例如話啦，佢可能以市場劃分，我就算買股票，我買啲大中華、買啲美國、買啲歐洲，咁唔會一個市場衰晒就全部衰噶嘛。咁所以好多時都有人用呢個方法去分散風險。又或者就算買債券嘅，都可以分地區或者分貨幣，或者買股票分行業等等。咁藉此去分散翻自己嘅風險，而減低單一投資晒，將所有雞蛋放喺同一個籃而一跌嘅時候出現嘅風險咯。成日都聽到一啲嘅專業術語咁樣講話係要有配置啊嘛，咁但係其實作為一個可能係唔係經常都跟得好貼個金融市場嘅話，就會諗啦，我嘅資產應該點樣去配置？又有股票，又有債券，又講到基金，又混合型咁樣，咁其實係個概念係點樣嘅咧？係啊，咁其實個概念就係頭先所講啦，即係分散風險啦。你要睇翻究竟你自己嗰個即係風險嘅承擔能力比較即係喺邊個位啦。咁我舉一個即係比較極端啲嘅例子，就係2022年。其實呢年對 MPF 嚟講係幾慘嘅，因為無論嗰年係一個叫做我哋叫做股債雙殺嘅年份啦。咁因為嗰年港股、美股都跌嘅。咁債券理論上係喺跌市入邊安全啲啊嘛，但係好不幸，因為嗰年美國聯儲局好短期之內加咗好多息啦，咁令到好多債券嘅價格都係急跌。即使佢個息係升咗，但係都離唔到佢債價急跌啊。咁所以即使喺嗰年嚟講咧，嗱進取型嘅基金，例如話美股嗰啲，可能跌2成零係好預期之內嘅。咁但係其實原來一啲債券基金，其實嗰年都跌咗10幾%喎，即係代表大家俾你聽，喂原來大家覺得真係好保守嘅，都唔係真係好保守嘅。咁所以喺呢一個即係極端嘅市況，一啲比較少出現嘅情況之下咧，可能大家就要更加積極啦。例如話，喂，原來我就算將啲股票基金轉晒去債券，原來都有機會輸錢嘅喎。咁可能就要進一步，會唔會揀下啲貨幣基金，或者揀翻啲即係保守基金？咁當然我而家馬後炮咁，你話喂，你知道晒2022年個市係咁跌嘅，你講乜都得啦。咁但係實際上係嘅，冇人可以預計到邊一方面邊一年會有啲咩升，有啲咩跌嘅，冇人可以準確到預計到啦。咁但係只要你活躍啲去管理嘅話，其實理論上都可以，即係好過唔理啦。簡單講，你電都跌咗1成，唔通你仲揸落去咩？即係可能你都要活躍啲去管理嘅時候咧，at least 喺嗰啲極端市況之下，都可以幫你去即係減少翻你潛在嘅虧損咯。你講到就係保守基金嘅話，咁大家就會覺得就係睇字面嘅解釋，都會覺得就相對嚟講個風險應該低啲，穩定性又會高少少嘅。咁如果真係好驚風險，或者自己真係對個資產市場唔係好熟悉，甚至乎有時聽就話，如果真係好臨近呢一個嘅退休年齡，即係可能屬於比較年長啲嘅人士，好可能就去揀保守基金會適合啲。其實都係嘅，咁不過保守基金其實係有一個掣肘喺度嘅。咁首先講下保守基金係啲乜先啦，因為大家可能都唔知買啲乜啊嘛。咁其實佢係一啲即係積金局規定，咁所有嘅即係 MPF 嘅發行商、供應商都要提供嘅一個基金嚟嘅。咁佢有啲要求先可以做到保守基金嘅。咁首先佢一定要100%全部投資晒喺一啲港元嘅項目啦。咁佢只可以做一啲存款啦、定期存款啦，或者係買一啲短期嘅債券，而投資期係唔可以超過3個月嘅。咁目標就係即係起碼叫做跑贏個儲蓄嘅水平啦，或者同儲蓄嘅水平差唔多啦。咁所以亦都因此佢係好保本嘅。咁但係問題就係萬一如果真係成個市況就係保守基金，因為如果個息真係好低，其實佢又要扣翻個管理費嘅話咧，其實有機會即係個回報係可能係好接近0，甚至係即係跑輸通脹都係預咗嘅。咁可能你覺得喂，咁我擺嚿錢喺度唔輸係嘅，係唔輸嘅，但係冇乜機會有回報。咁但係亦都咁講啦，如果頭先好講2022年呢極端市況，我真係想避一避險嘅話，咁保守基金存在都可以幫到佢暫時規避一下風險咯。
Lawrence 咁但係講真啦，真係唔係話個個打工仔都會有時間咁樣去留意金融市場有個咩發展，例如債券啊，呢排個表現債息係點樣？呢一啲對佢哋嚟講，可能同本身個職業真係好冇相關性，唔想理，甚至乎就係話：喂，我對投資真係冇興趣，或者真係一知半解㗎。有啲咩方法可以幫助到大眾咧？嗱，其實積金局都幫大家諗咗啊，佢都知道好多人遇到呢個問題，咁所以喺強積金入邊咧有樣嘢咧叫做即係預設投資策略啦。咁我哋簡單，我哋業界或者坊間會叫佢做懶人基金，係啦，即係懶嘅，擺喺度唔使理嘅。咁但係亦都唔係真係唔使理嘅。咁簡單講，其實佢呢個預設投資策略入邊咧就有兩個基金，一個叫做核心累積基金，一個叫做65歲後基金。其實每一個MPF 嘅供應商都有呢兩隻基金揀嘅。咁核心累積嘅基金咧，嗰個成分咧就係大約60%係股份，40%係債。而嗰個65歲後基金咧就80%債2%股。咁大家都聽，其實都知道分別到嗰個即係邊個進攻邊個放手啲啦。咁預設投資策略就係你揀咗之後咧，佢50歲前咧，佢就會將你所有嘅錢買晒去核心累積。咁就相對地你係叫進取少少，但係亦都有債嘅成分啦。去到由51歲、50歲開始咧，慢慢就會減低核心累積嘅成分，就自動幫你轉去啲65歲後基金。咁去到65歲嘅時候，就全部轉晒去即係65歲後基金啦。咁方便你去因應年紀調整翻個風險。咁都適合一啲真係完全冇一個投資嘅概念嘅人咧，唔識揀嘅，都不失為一個方法，可以俾大家去做一個即係管理 MPF 嘅一個嘅策略咯。以今年2025年嚟計嘅話咧，咁你覺得喺呢一個情況底下，其實都會有啲投資者就問啦：咁我 MPF 需唔需要轉啊？轉嘅話，轉買啲咩基金好？有邊啲買得，邊啲可能要避一避風險？因為始終其實有一部分嘅一個強積金選項啊，其實同環球嘅風險個相關性都好高喎。嗱，方向我未必講得啦，即係始終即係有啲策略性上嘅嘢啦。咁我講下我啲客戶或者近排我哋見到啲客戶其實做緊啲咩啦。咁過去呢2-3年其實好多人揀美股基金嘅，因為升得好快啊嘛，咁好多都轉咗過去，甚至高追都有錢賺。咁但係去到今年咧，可能大家覺得啊，美股嗰個政策風險啊，或者不確定性可能高咗少少啦。有部分係選擇獲利嘅，咁可能未必會轉走晒啦，咁可能會將部分轉去其他地區嘅基金啦，特別係亞太區近排即係香港股市都升翻唔少啦，咁所以都有部分嘅錢轉咗去做一啲大中華基金或者係一啲其他嘅股票基金嘅，咁呢個係第一啦。咁亦都多咗人揀核心累積啦，頭先所講啦。咁因為即使大家覺得美股會調整或者唔敢再高追，但係佢哋又唔敢成個 portfolio 唔擺美股。咁核心累積，例如話大部分嘅 MPF 供應商個核心累積咧，其實有3-4成都係美股。咁都依然有美股存在喺自己嗰個資產組合入邊，但係就減少咗嗰個百分比。咁另外就見到有啲投資者對一啲個別嘅主題嘅興趣相當之大啦，例如話 ESG 咁一啲低碳基金，其實而家都多咗 MPF 供應商有嘅。咁可能大家會覺得喂，呢啲都係長遠20-30年嘅嘢啦，咁所以就會覺得長遠嚟講，ESG 基金有機會會跑贏翻即係大市或者跑贏其他嘅一啲嘅股票嘅主題。咁所以都多投資者留意咗 ESG 基金嘅。唔該晒 Lawrence， 今日嚟緊咧節目都會邀請咧唔同嘅專家繼續為我哋提供多啲嘅理財通識㗎，記住留意住我哋節目啦。